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1月19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86篇，撒母耳上卷15章第10节到31节，使徒行传第5章第1节到11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上水的奉献。基督徒基本几个信仰的生活要素中间，奉献是一个非常重要、必要条件，但是嘛常会引起一人讨论，甚至互人感觉无爽快的代志。有的教会伫周报顶悬会印即个基督徒5要，有的人印7要。伫台湾基督长教会的网站，即马咧推广的是基督徒的8要。无论是其中有几项5项是7项是8项，总是会出现一个logo 吼，就是5块饼2尾鱼，讲到奉献啦吼。过去伫加州即个苏勒牧师所带领的即个水钱教堂，停车场要入去伫礼拜堂区的第一个雕塑上，就是囡仔摕着5块饼2尾鱼来奉献予耶稣。当你行到即个礼拜堂大门一入去了后，看到一个寡妇奉献2个钱。顶悬写讲欢喜的奉献 ，offer with joy。奉献什么？心态是怎样？咱昨讲到即个约的关系啦吼。圣经用婚约来讲到人甲上帝的关系。既然是约，就有双方面同意的即种的约定吼。上帝互咱有自由的意识，毋是咱强迫咱来签即个卖身契即个契约啦吼。奉献的部分嘛是安尼嘛吼。咱讲到5块饼2尾鱼，咱来想看卖影啦吼。伫当初时无啥物款的商店，佮跟对耶稣去到伫旷野听耶稣的教示。敢有可能无炸物件食吗？我所想要讲的是讲，既然有一个囡仔会有5块饼2尾鱼，那安尼咱要来思考是啥物人为伊准备的啦？若伊的老母会为着伊准备，敢袂为着家己准备吗？在场的遮的人拢无人有炸物件吗？但是耶稣并无强迫大家着爱摕出来，却是因为即个小朋友伊家己的自由奉献，来成就即个新约。会当讲真清楚的，苏勒牧师咧强调迄种完全奉献、甘心的奉献。虽然这是一个真正确的概念，伫奉献顶悬，伫基督教信仰顶悬，咱毋是受逼迫来做这项代志，却是人甲人、人甲上帝的这个契约中间的必要性。会通讲这是有小可真爱这个真哲学式的逻辑的即种的思考啦吼。非常明白来讲，就是讲，这是一个义务，上时嘛是一个甘心的。咱昨提到着即个扫罗王违背上帝的呼召，今仔即个经文，咱也看见伊的奉献是有问题啦吼。扫罗甲撒母耳讲，我实在有听趁耶和华的命令，行耶和华所找我行的路，掠亚玛力人，亚玛力王亚甲来，一尽灭亚玛力人，
独独百姓对所抢的米的中间取牛羊应该献的米的上好的，要伫结局献祭互耶和华你的上帝。扫罗将军队掠倒转来，即种上好的牛羊要献互上帝，伊佫讲是你的上帝，毋是我的上帝哦。但是上帝的旨意是爱毁掉所有敬拜偶像的精神。但是扫罗讲，迄是上好的礼物呢，奉献呢。但是撒母耳安尼甲讲，耶和华欢喜烧祭祭司，兼亲像欢喜人尊叹耶和华的话吗？看，尊叹赢过献祭，听叹是赢过羊港的油，因为背叛是亲像行邪术的罪，硬心是亲像服侍的虚假，亲像拜偶像。为着你气杀耶和华的话，你也气杀你，伊也气杀你，无互你做王。相对伫扫罗，伊认为讲上好的奉献即个物质来讲，听见上帝的命令，听叹上帝的命令，顺服上帝的旨意，才是真正上好的奉献。撒母耳讲真清楚。以弗所书第10章第6节甲第7节呢讲烧祭赎罪祭是你无欢喜的。迄时阵我讲上帝啊，我来，我为着要照你的旨意来行，我的事伫经卷已经记载啊，这真清楚啦吼。顺服比献祭较重要，这个献祭较好吼。另外，大卫伫伊的悔改诗篇的中间，伊嘛讲真清楚。诗篇51篇第16节到17节，伊讲。你无介意祭祀，若介意我就献上。烧祭你也无介意，上帝所要爱的祭是忧伤痛悔的心。上帝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书的两段记载另外一个负面的阿拿尼亚甲伊的太太撒菲拉应允要奉献，却伫得到钱财了后后悔啊。而且佫伫圣殿内底欺骗圣神，看到这个记载，互牧师想到迄个耶稣基督甲古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话。伊讲上帝是一个神，咱着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上水的奉献毋是物品，毋是丰盛的修行，也是任何这个。讲啊真水的即种承诺，上帝眼中上水的奉献是咱诚心实意，是咱的顺服，是咱甘心的奉献，是咱诚心痛悔的心志。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1月1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6篇，撒母耳记上卷15章10到31节，使徒行传第5章1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最美的奉献。基督徒的基本信仰要素当中，奉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要条件。但也是最会引起讨论甚至不愉快的事情。有些教会呢，在他们的周报上面都会印基督徒5要、基督徒7要，然后在根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网站呢，现在是在推广这个基督徒8要无论几要啦在其中总是会出现一个五饼二鱼的 logo， 然后写上奉献，或是说尽力奉献等等的这些过去在南加州橘子县苏勒牧师所带领的水晶教堂，它的停车场一进入这个礼拜堂区的时候呢，就看到第一个雕像是小孩子拿着五饼二鱼献给耶稣的一个雕塑那
要进入这个礼拜堂大门的里面的时候呢，就一打开门就看到寡妇的2个钱的奉献，然后下面还写了一个牌子，叫做欢喜的奉献 ，offer with joy 啊。那到底要奉献什么？奉献的心态如何呢？这是我们今天来思考的哈。昨天我们谈到约的关系，那圣经以约来谈人跟上帝的关系。既然是约嘛，就包括了双方的同意跟约定。上帝让我们有自由意识，而不是强迫的卖身契，或是说在奉献的部分呢，我们也提到了说5饼2鱼啊。那我们要来想一想啊，在这个世代，在当时候的世代啊，就是说5饼2鱼的世代呢，并没有什么商店啊，跟随耶稣到旷野，然后去听耶稣教训的这些人呢，有没有可能说他们身上真的都没有带东西吃？好，这是一个问题啊。那牧师想让我们来思想的是，如果这个当中有一个孩子身上有5饼2鱼，那是谁预备的？那如果是他的妈妈预备的，他妈妈会没有预备自己的份吗？就以当时的情形来看，耶稣并没有强迫大家拿出来，却有一个小孩子的自由奉献心智来献上，然后耶稣献上感谢之后，就成就了这个神迹。非常的明白，就是说，像苏勒牧师他在强调这种完全的奉献、甘心的奉献，这是正确的。但是在奉献，在基督教的思想里面，其实并非受迫的，甘心但并非受迫，这有一点是人跟上帝的契约的必要，在逻辑上面来讲有一点饶舌哈，但是就是说这是一个明白的义务，同时也是必须要甘心的啊。简单来说是这样子。我们昨天提到的扫罗王违背了上帝的呼召啊，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他的奉献也是有问题的。扫罗告诉撒母耳说：“我听从上帝的话，然后照他的吩咐去打仗啊，掳了亚甲王啊，并灭了所有的亚玛利人啊。只是我的军队没有把掳来的那些最好的牛羊杀了，他们带牛羊到吉甲去，要当作牲祭献给上帝，你的上帝。”扫罗将军队所掳回来那个最好的牛羊要献给上帝，但是上帝的旨意却是说这些拜偶像的牲畜通通要杀死。虽然扫罗他认为这是最好的奉献，但是撒母耳告诉他，上主喜欢什么呢？顺从他呢，还是向他献烧祭还祭物呢？顺从比祭物更好，听命胜过献上最好的羊。背叛他跟行巫术一样的坏，傲慢跟拜偶像一样有罪。由于你背弃了上主的命令，他厌弃你，不要你做王。相对于保罗认为最好的奉献那些物品而言，好像听从上帝的命令，顺服上帝的旨意，才是真正的最好的奉献，而不是物质希伯来书第10章第6节到第7节告诉我们，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非常的清楚燔祭、赎罪祭不是上帝所喜欢的，上帝所喜欢的是照着你的旨意，没有可是，没有但是，没有
其他的原因啊。另外，我们也从大卫的悔罪诗，在诗篇51篇16到17节，他说：“你本不喜欢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看轻。”这是大卫的悔罪诗，他非常清楚的，献祭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人那种心是最美的奉献。使徒行传记载另外一个负面的事情，就是亚拿尼亚与太太撒非拉，他们应允了要奉献，但是当他们得到了财物之后呢，他们后悔了。不但后悔，还在圣殿里面欺哄了圣灵。看到了这个记载，牧师就想到耶稣基督在这个井边与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当中，他说：“上帝是个灵，所以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其实最美的奉献不是物品，不是丰盛的收成，或是任何浮夸不实的承诺。其实上帝眼中所看重的最美的奉献，是我们诚心诚意，是我们的顺服，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是诚心悔改的心志。